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世界卫生大会是伫咧瑞士起稿，秘书长谭德赛是表示，会员国正咧敲敲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通互未来世界面对流行病时阵会当参考。不过，咱台湾是已经连续第7年无法度参加。中国代表团甚至去开记者会，讲国际嘛拢无支持台湾去。世界各国代表伫咧瑞士日内瓦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第76届 WHA 日益开幕，这是解除新冠疫情全球公卫紧急状态了第一场大会。这届主题是挽救性命加驱动全民健康。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致辞时阵讲，过去3年新冠疫情对全世界造成彻底的改变，病毒抑阁伫咧夺走性命，也是要注意。Accord that member states are now negotiating must be a historic agreement to make a paradigm shift i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recognizing that our fates are interwoven. This is the moment for us to write a new chapter in global health history together. 伫开议进前，中国代表团开记者会，强调要互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A，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也呛声涉及台湾的提案违反国际原则，继续查国际防疫体系破口的问题，这个被测会互人看破卡手。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今年除了咱国友邦以外，也有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洲等国家拢发声明支持台湾以观测员身份参加 WHA。因为国际卡球总会主席英凡提诺伫发言时阵讲 ，FIFA 加 WHO 有真侪共同点，成员也拢比联合国较侪，就知影健康嘅重要。When a person is healthy, person can have and has many wishes. For example, to win the men's or the women's World Cup. But when a person is not in good health, this person has only one wish: to be healthy. 参加的国家拢讲，世界各国拢伫咧设法对疫情做适当的回应，这提醒大家就要量早准备，唔通到时才讲。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虽然咱今年也是无法度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当然无亲像中国讲的，国际无支持咱。事实上是有真侪国家甲咱声援，亲像到12个友邦甲大会提案爱邀请咱，阁有超过70个国家的政府单位、政治人物甲民间团体甲咱相敬，亲像美国、英国、德国这款大国家拢有出声，而且网络社交平台是一礼拜都有几落千人串联，互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目标有搁较侪人看到。因上 Let Taiwan Help、WHO Needs Taiwan 这款票话，互世界知影讲，台湾伫咧卫生、医疗这块方面会当甲世界斗相共。除了世界甲咱斗相敬，咱台湾的代表团甲侨胞嘛亲身去瑞士展现决心，而且代表团佫当面甲这个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发声。不过谭德赛是提互会员国，讲是爱投票决定。另外，主持的会员、主持的峰会总是煞过啊。美国敢要为着受注目的台海安全，互咱加入核保护线，也就是讲，若是有人用核武器来攻击咱，别国队来斗相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台美有咧讨论。So would you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HO? So it's up to the member states. It should get enough So would you votes to support join. Taiwan to?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20月伫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无通受到邀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伊讲，台湾是毋是会当受到邀请，这是会员国来决定。外交部长吴钊燮咧话讲，谭德赛应该爱接纳台湾。我想这种说法跟我们全民的期待不符。谭德赛干事长应该接纳台湾，让我们台湾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也若拄正这落幕 G7 峰会聚焦伫台海安全的议题，重新反对任何借武力高平来改变现状的作为。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逐工称悬，美国是毋是会当甲台湾纳入去核保护线？吴钊燮讲，美台有咧沟通，
任何国家用核武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话，我想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情。相同诉求的这些好朋友，那跟我们之间也有所沟通。那有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就这个议题的讨论的话，那不适合我在这边来做说明。也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19共同宣布完成第一阶段的谈判，估计要伫数礼拜以内签署头一批协定。吴钊燮认为讲安尼通破除疑议论。当然，在这个世纪贸易倡议的签订，对于我国来讲，除了经贸上的合作之外，最重要是政治上的宣示。对于双方之间的这种相互投资或者是贸易往来，也一定会有帮助。以美论会因为这个协议的签署而被破解掉。蔡总统伫个520谈话，有批评在野党无应该为选举来咧下战争恐惧。吴钊燮表示讲，台湾透底都毋望会当维持和平稳定，战争甲威胁的来源就是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国际会议开袂煞，印太岛屿合作论坛今日嘛起稿啊，会伫咧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举办。美国是答应要提供这个国家资金，加强两国的合作。这嘛是起互外界认为讲，敢是要对抗中国伫咧太平洋的势力。多名用传统报道迎接印度总理莫迪礼拜二到巴布亚纽几内亚，伊都结束日本广岛 G7 峰会行程，以及马上展开甲太平洋岛国的领袖会议，包含出席第3届印太岛屿合作论坛，焦点放伫气候变迁甲发展议题。फ्री, ओपन और इंक्लूसिव इंडो-पैसिफिक का समर्थन करते हैं। सभी देशों की संप्रभुता और अखंडता का सम्मान करते हैं। 莫迪访问太平洋岛国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反制。中国最近对太平洋地区影响愈来愈多，中印关系煞为自2020年边境冲突以来慢慢恶化。进行莫迪已经在广岛甲美日俄3国领袖进行四方安全对话，发表共同声明，要维护印太海峡和平，暗示中国破坏区域和谐。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出席主持多国领袖会议，会后会甲巴纽签署安全协议，美方承诺提供巴纽4500万美金的资金，强化两国经济甲安全合作。如今美国强化区域合作，澳洲总理阿巴尼斯拜二也要甲印度总理莫迪进一步会谈。印太各国拢展开新一波的行动，牵动国际局势变化。公司新闻杨干评价。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中国不满举持联合公报，讲到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外交部调去日本大使抗议。美讲日本做举持的主办国，选甲其他国家同齐干涉因的内政。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讲美国的半导体大厂美光无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危害因的国家安全，所以讲是要禁美国的产品。即中国唔买美国货，订单敢要转来台湾也是单盘，要搁爱观察。英国 Times 报道，流亡伫咧海外罗西亚异议人士伫咧德国柏林见面，不过则是有2个参与者有中毒的现象，怀疑是罗西亚暗中下手。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口仔当咧整理盛大的物件时阵，煞无细离去引爆手榴弹，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国际特别跳票啊！但美国总统拜登甲众议长麦卡锡是同意重新协商，提悬机制上限。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为了争取国际支持，冒去参加才拄结束的G7峰会。不过泽伦斯基说是讲唔对话，讲东部的巴赫姆特已经去互罗西亚占去，伊的目标是赶紧走出来背花。也若是美国的总统拜登是宣布新的军援计划，讲是要送互乌克兰 F-16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月突然间出现伫 G7，表示讲看到原子弹爆炸了的广岛、加斯马的巴赫姆特正共款，为了要争取国际支援，4月伫咧走藏。经过协调，得到法国政府协助，坐专机到广岛，甲世界各国元首见面。外界因为又讲泽伦斯基确定2月会出现，所以日本政府就提早1天，也就是20公布 G7 英文版的公布。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乌克兰新的军援计划，支持提供 F-16系列等先进战机加备份计划。
I have a flat assurance from Zelensky that they will not use it to go on and move into Russian geographic territory. У нас розблокувався механізм навчання на F-16, тобто у нас будуть літаки. Zelensky伫咧峰会讲，巴赫姆特已经和俄罗斯提起，不过发言人伫咧社群媒体赶紧澄清讲是听唔到，巴赫姆特也搁伫咧乌克兰的手内。В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Бахмут нет ни одно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о той причине, что мы перестали брать пленных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сантиметра. Поэтому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кавит. Заяви Пригожина, як завжди, не відповідають дійсності. Наші підрозділи утримують ряд будівель і мають. 德国总理肖兹、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讲，反对战争正在冻结的冲突，也反对俄军伫咧无铁质的情形下就提出要进行和谈。俄战争已经拍15个月啊，泽伦斯基有机会就向国家人游说，希望支援乌克兰，像伊就向印度总理莫迪游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在乌克兰边有一个国家摩尔多瓦，甲乌克兰的总统一身相像，嘛有罗西亚势力等咧起诉。即阵因的首都受几多万人就计示威，呼吁政府着爱修宪法，甲欧洲甲关系友好较坏。You will bring a piece of Moldova to Europe, and you will make Europe stronger. 几多万的摩尔多瓦人伫当地时间2日聚集伫首都基西涅夫，支持亲西方政府挖向欧洲。Moldovenii sunt europeni și că peste 7 ani trebuie să devenim membru cu drepturi depline al Uniunii Europene. Noi, oamenii acestei țări, decidem acum, fără cale de întoarcere, că Moldova își ridică fruntea sus și merge mândră înainte, merge în Uniunea Europeană. 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伊的东部涅斯特河沿岸嘛叫做外涅斯特里亚，是甲乌克兰相斡真长的所在。伫苏联解体了后，外涅斯特里亚甲摩尔多瓦发生战争，而且战赢摩尔多瓦的军队，双方同意停战。自这起，摩尔多瓦就失去这个所在控制权，这是亲俄势力控制，情况真亲像乌克兰。最近，摩尔多瓦政府指控俄罗斯煽动反政府示威甲文宣，制造国家的不安。按过莫斯科否认，摩尔多瓦目前长期努力，希望会当2030年加入欧盟。Aderarea la Uniunea Europeană ar trebui să ne aducă nouă bunăstare, locuri de muncă mai bune, fericire pentru copii, o Moldovă plină de succes și tot ce e mai frumos în această lume să fie și în Republica Moldova. 警方表示，这场集会拢总有75000个示威者参加，因为摩尔多瓦伫宪法内底明定是中立国，所以示威者嘛要求政府爱开始修改宪法。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来关心环境的消息，意大利是发生8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已经有14个人死亡，36000人有落无厝。因的总理梅洛尼是提早离开主席峰会，赶回去处理灾情。另外，意大利的南部埃特纳火山因为又搁爆发啦，由于火山火上过高，卡塔尼亚机场暂时关起来。就算带来灾情的大雨已经停啊，东部都市拉维纳游园进伫水内，救援人员伫水深甲有的地区拖手灵船找找需要帮助的百姓。Questo riguarda il tema del maltempo, riguarda il tema delle frane. 原本伫日本参加 G7 峰会总理梅诺尼提早回国，顺是艾米利罗马纳地区当地有民众伫即摆大水当中死亡，伊表示甲保会省长开会讨论灾后处理。Che l'acqua è cresciuta da ieri a oggi è cresciuta di 30 centimetri sul Piangipane. L'importante è che non sia il fiume, il torrente che torni dentro ancora, quello sì, che se piove in montagna e l'acqua torna dentro, quello è un problema. 在南部已经拢会喷发几啊摆埃特纳火山一爆发，时时提到东部都市卡塔尼亚一片雾茫茫，汽车建筑车路拢是火山灰。E la piglia anche 3-4 centimetri di spessore, di lunghezza, fortunatamente sono leggere perché sono tutte delle scorie. E niente,
l'Etna si fa sentire di nuovo al suo solito, come sempre. 高高火山火也落伫机场跑道，卡塔尼亚机场航班紧急取消。机场官员表示，要等到能见度恢复正常，佮保证飞机应安全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30公尺，过去每年拢会喷发几啊摆，喷出火山火甲熔岩。顶一摆喷发是1991年，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意大利做水灾，印度甲西班牙确实面临高温甲可汗的状况。印度有几个所在是连续几落天超过40度，甚至是升到45度。也若是西班牙，因为环境大加上透风，有人吊工放火了后，这火势就随摊开，已经烧掉8000公顷，等于是1/3的台北市。车路发出阵阵热气，民众替线挂头巾阻挡日头。印度顶一周末拄着热浪，几个所在地区气温超过40度，首都新德里甚至出现45度的高温。这样热的天气，不止导致市民冻未调，主要农业区北方邦的农民，佮怨叹天气实在伤过热，无法度做事，佮毁坏因的作物。हमारे बिल्कुल गिरते जाते हैं जितने पैसे लगाते दवा इतना घेरते इसमें और फायदा कुछ नहीं आता है हमको और पानी भी इतना देते हैं और खराब हो जाती है सब सब्जी 印度气象单位指出，这摆热浪会继续到礼拜3才会转好。事实上，印度政府4月份就发布报告，指出当地今年热浪比过去30年的平均天数增加3天，而且不止气温提悬，湿度也增加，对民众健康恐惊有致命风险。根据官方记录，去年有30人因为热浪死亡。气象当局在考虑将湿度也降至比热浪标准，来防止热死人意外佫发生。这样热天气也影响西班牙。西班牙西部连接葡萄牙边境的埃斯特雷马杜拉，顶礼拜爆发野火，因为天气干燥加上风势助长，火拖甲真紧，数百人紧急撤离。Mi casa está en la parte de arriba de Cadalso y el fuego ha rodeado la parte donde está mi casa y no me dejan ir a buscar a los animales ni a los míos ni a los de mis padres. 西班牙已经连续3年就雨量比往年平均较低，前当地政府出动超过400个消防员加军人拍火，火势依然无法度控制。目前为止，已经超过8000公顷的土地，因讲是将近1/3台北市被烧掉。当地政府指出，野火爆发原因是有人放火，不过民众批评政府无制定完善的维护甲守护森林的林业政策，才年年出现山火。去年西班牙就发生493件野火。烧掉超过30万公顷的土地。公司新闻7万2朋友。昨有一座私人去国际太空站的旅行，是对美国佛州发射升空。这个顶头是载一个沙烏地阿拉伯女太空人，伊讲伊这座是想要改变外界认为沙烏地真保守的印象。时间倒拍算发射升空，民间太空基础设施开发商公理太空公司一项公理2号任务，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拿鹰9号火箭，伫个美东时间21日尾暗仔变5点外，伫佛州东岸的卡纳维尔礁升空。这是历史上第2座国际太空站私人旅行的任务，在历史上第一个上太空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写入历史。Very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representing the government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Saudi Space Commission as the first Saudi women astronaut go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s going to be our second journey as Saudi Arabians to space and the first ti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和女性上太空强行沙国的实际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从2017年掌权以来，推动改革，想要来摆脱极端的保守形象的新作为，包含现主是33岁仍然研究人员巴纳威在内，这座任务的4人小组，就要伫个国际太空站顶悬来做20项实验。 这座嘛是历史上头一摆有3个阿拉伯人上太空。也那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定位计划，19宣布讲，该含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NASA起源签约打造阿提米斯5登月艇，但配备伫2029年执行登陆任务。Blue Origin is
is contributing well north of $3.4 billion as part of this effort. NASA 史上第一份登月合约，是予全球第2大富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伫个2021年得标，进行阿提米斯3甲4的载人任务。世界第3大富豪贝佐斯的 NASA 起源，嘛抢到登月艇合约，和马斯克真有拼咧。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